我拄则伫遐泡茶，我招一个台湾的朋友讲来泡茶，伊讲好，讲即嘛随咧泡。我讲无，我要上课，要收单。等下吼。你共款是恁兜外口安尼啊？然后我后壁摆机啊。哦，足水诶，气氛真好诶。安尼吼，我嘛感觉足好诶。对啊。就是家己一个人尔，像讲嘛是家己一个人，才有即个气氛啊。规定阁是另外。我就传互叶文看，因为伊拄好伫我咧开讲，我传互伊看，伊嘛讲就缘投诶安尼。嘿，飘撇的乌狗兄，我讲头一场迄，阮若是画图诶时阵啊，参像画油画诶时阵。是，就爱即款意境。哦。嘿啊，爱正手边遐阁有迄花嘛，伫遐。是，嘿啊，因为迄种意境诶，真水。因为开始你变冷啊，吼，即只其实你是阁足烧热啊，但是暗时啊，就会变足凉啊，袂像我咧是阁穿德裤仔啦，穿德黄去豆走吼，慢跑。但是天暗了后，无日就开始小凉啊，我就像拄则在踥一下外套，无伤冷。但是好一行落就袂啊，就是所以一定要爱行好，无会伤冷。好，来，咱开始来读吼。等下我看嘛。好，1655年3月10号，拜三。我咧是讲，为虾米大家看了即个飘题，大家有兴趣入来听的款吼？我相信大家是有兴趣看即个飘题。伫个 Clubhouse 可能已经像这样认真的飘题已经足少的啦，其他人叫他妈咧拉咧，哦。但是。有当阵就是咱，因为你即摆愈阁有改版啊，若是讲伫社区顶悬有人有讲话，伊毋管是毋是朋友，伊拢会有通知啦。哦，是啊，拢会听到嘛，吼。毋是通知，所以讲有一寡人机啊，可能点着伊就会随入来，这嘛是有可能。你刚刚相节，迄啊无时势哪会走入来？因为即摆上新的改版是安尼，以前是你的朋友才会看到你的小朋友啊有讲话安尼。是。即摆一概拢有，上新的是拢有嘿。好，我嘛毋知伊改版改甲，比如讲我若一伫 Clubhouse。顶头一个就开始声音就出来，就放出来，足恶杂的，足烦的。对啊，对，新的是安尼啊。嘿啊。而且你若是加听，敢若一分半吧，1分钟半。就家己入啊。就家己塞，嘿对。哦，就家己入去安尼吼。塞入去迄房间。哦，硬逼的啦，强逼的啦，真好笑。毋知咧，即摆 Clubhouse 我看愈来人可能愈来愈少，我咧摇啦，我毋知我起码就安尼含别人咧开讲。因为台湾就固定遮个人啊，我看着遮个人。哦，安尼啊。哦。啊，外国人无一定啦，因为有当阵市站啊，我有观察到讲有一寡外国的人会向阁加出来安尼，新的人。哦。毋知，好来继续读吼。1655年3月10号，拜三，真好的天气。上午加下午吼，即个城堡威严的法务议会拢咧开会。暗时有强风对北方吹来，沿岸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14个查甫甲1个查某人。再来下日的号码。168捆的粗纸，150担的盐，995个铁花，7袋红米，57包薰草，197斤油，1870罐鲜奶的麦仔酒，30篮大的杯仔，195捆棒，40捆稻罐，1包木杂仔，12捆的包装纸，6袋的钉仔，34担书写用纸。6篮的番薯甲3担的一个黄菜头，毋知影啥物叫做黄菜头
3月11号拜四。希望今仔日3个会当读煞吼。其实我已经咧想讲，上无吼，伫个日兰遮城日子咧记载因要离开的迄一天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入来听啦吼。因为迄一天的迄一天也是前几天吼，反正就是咱最后要读到迄当阵，咱读的迄一天啦。我毋是讲迄记载迄一天，迄一天可能几分钟就读了，可能10分钟读煞吼。但是就是讲我是讲迄一天，我可能就邀请我的朋友，我拄则讲我招伊来泡茶即朋友啦，人伫台湾，邀请入来听吼，互大家有一个印象，讲荷兰时代最后一天因是安怎离开的吼。好，来1655年3月11拜四，游玩是好天，下晡吹着清冷的北风，因为已经有一段长时间对西南沿海强拢无西南人的帆船来遮咧交易，这互阮感觉讲情况真可疑。虽然讲昨日对迄边传来上新的消息，讲大官国姓爷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出发去攻打塔坦人，但是迄种讲法就像讲要甲阮放入去摇篮催眠安尼。其实国姓爷可能别有用心，当日即个觊觎福尔摩萨吼，哎呦，你这算先知咧吼，伊嘛知影吼，1655年吼，到1656年7年前，因就知影吼，啊，明明就知影，结果无提防，你看，该摕去的嘛是去互摕去吼。你若即个台湾吼，随时都有即个危险吼，因为台湾离上帝太远，离西那太近吼。好，来，咱来查一下即个寄语，即个当然即个华语的读法啦。我来看一下，即个文言书的，先查即个字面来读吼。无拄，Ctrl V，copy。第一个是读做记吼，所以即个含即个其他即个字的即个转音差不多啦吼。我讲转音就是对华语转台语啦吼，记吼。另外一个音是凯吼，我看过错完全相像吼，我相信是一个文音一个鼻音啦吼，但是对这个文音对这个鼻音我毋知吼，记。就是望偷看，爱得到，爱要得到啦吼。心无心酸吼，心酸就是心酸啦吼。为什么大家讲心酸？咱等下查一下这酸是毋是读毋对去吼？新鲜吼，心酸吼。鱼呢，拄则是记啦吼，不管是读记还是凯吼，第二声的凯还是第三声的记吼。拢是同款意思。鱼呢，就是如吼，写一个见字边吼，见字边伫正手边吼。拄则迄个气记就是边仔一个气嘛吼，岂如此啦吼，岂是如此迄个岂吼。读做记，即嘛即个如读做如，想讲读如啦吼，读做边仔迄个如哩，所以是读记如吼，或者是开如吼。如呢嘛是偷看，爱要得到，心无的意思，相同意思的两字相同意思相他啦吼。记就是如就是记啦吼。好。拄则讲即个心酸，我查一下即个酸字。敢是电写心酸啦吼，但是我是较
听到即个心仙吼，仙，即个汉字读仙吼，读仙吼，心仙吼。今日咱修两个音，一个是烟，一个是仙吼。我看烟甲仙拢共款音，共款意思啦吼。相反，佫是应该是一个本音，一个白音吼。仙就是贪，贪啦吼。贪什么是贪吼？爱就是要滴爱要滴的爱吼，贪爱拢是仙吼，心魔嘛是仙，长满长就是long吼，满的富吼，拢是仙。有春就是仙，二性吼，有人叫二性，二性要读仙尔吼，袂使可能袂当读烟啦吼。所以即个仙应该是读音啊，即个仙应该是读音啊，烟是尾音啦吼，讲话的音啊，读字的音啦吼。我安尼讲是较简单啦吼。心结果呢，伊无修即个仙的音，但是伊写心仙，佮写心酸吼，心仙吼，拢有。好来，等下再来。咱来第二大书店遮先看鲫鱼即个汉字书，应该是无修啦吼，无确实是无安尼。我来看一个龟蛇有用的即个无例句，应该无可能。我来看一下找台语是安怎？一般人安怎讲即个寄如吼？对应中文。好，敢若即个台华线顶书店吼写岩上，寄如写岩上吼，对应啦吼。例如写做岩上，或者是孝上吼，孝上这对啦，这白话咱平常时安尼讲孝上啦吼，就是记如这个意思吼，这文言词记如的意思吼，孝上。其他所有书店拢无收啦吼。好，来孝想第二大书店来孝想一下吼 ，SIAU 第三声想 ，SIUNN 第七声。孝想第二大书店有收吼，收过数两个，第一是想要爱吼，就是拄则迄个记甲如过数内对甘字典过数有想要爱嘛吼。就是孝想吼，所以记如就是孝想吼。第二个是恋慕吼，恋慕就是想要爱嘛，但是这个恋慕可能是指对人吧，吼。好，所以记如就是孝想吼。毋免想要表现讲你足够读书啦吼，免讲踮遐讲记如吼，无必要啦吼。但是你若拄着迄寡你无表现互伊看，就对即个台语足配想的去将人，伊就记如讲互听吼。为虾米我会读即寡？就是讲，你若真正要压倒即寡人吼，实在是吼，要压倒即寡人啦吼，你就只好真正甲即寡摕出来电脑看。但是我实在是感觉这实在足无聊的吼。好。因上爱甲你讲台语无理，吼，因上爱甲你讲台语无法度表达，即寡无读书的人都毋捌字，因会晓表达。好来，我是讲到倒去啊，过来要看即个旋律哈，我要来查一下台语大书店查即个旋律。到底即个心酸，即个旋律汉字是要安怎写较好势吼？我查高一字旋第七声，台语大书店完全无即个心酸的即个词伫内底，也嘛无迄个意思伫内底吼。
旋有旋桶、旋水、到旋尿，就是旋尿啦吼。旋尿就是尿尿啦吼，就是台语的表达法旋尿吼。所以旋桶是啥？旋桶应该就是尿桶啦吼。无一定，无一定，旋桶是啥物桶呢？我虽然定听到啦吼，旋桶是尿桶无毋对，但是，我若有老手呢入来吼，欢迎来甲咱解说者，啥物是叫做旋桶吼？因为吼，阮较早迄尿桶内底尿，毋是讲你是天光了后，就甲迄个尿桶就摕去摒掉吼，摒迄马桶就呛掉，毋是。迄旋桶内底，我讲的是我足细汉的时阵吼，旋桶的迄尿是到尾会人有一个人来担走，担去压肥。所以迄个桶当然是会当做尿桶，但是嘛毋是一定讲会做尿桶，有时迄个桶啊，就是用来你堆水要压肥用的，叫做旋桶吼。好，咱另外两个音，总共3个音啦，拢读做旋，咱拢看者吼。第二个是我对下对看起吼，第二个是旋石，旋石大家知嘛吼。伊个汉字毋是钻石迄个钻吼，伊是写即个旋，就是含拄则即个旋钮，伊拢写即个旋转迄个旋，但是譬如讲旋石的边仔是玉皮平，旋钮边仔就是水泥平吼。另外第三个意思是金利平吼，相反是即个金利平。旋就是用钻啊，用钻空的落啊，吼落水啦吼，去开空，用落旋落去吼，用落旋落去，就是一个做名词，一个做动词啦吼，所以旋就是安尼吼。我较罕咧听讲旋啦吼，听人讲旋，像阮定讲的时阵，有时听人讲是落吼，落是空吼，落空吼。转动的意思啦，吼，落 ，LAK 第8声吼，若迄个，若是迄个转控机是安怎讲？落啊，还是旋啊？我敢若听落啊较侪呢吼，用落旋落去吼，好。即个旋桶吼，我看我图找着图无来，我查看觅啊。毋知我朋友入来无，但是我是干那寄 YouTube 的 link 互伊尔吼。好，即嘛一个人毋知是啥物人。因为我想要问伊讲，伊佫会记个旋桶生做啥物款？旋桶其实就是水桶啦吼，用茶帮去围起来吼，箍起来。所以迄个旋桶，我看觅啊，我要安怎找呢？阮朋友甲我卡来，我甲接起来。嘿呐。我有写啊，我有写。你写伫对？我写伫边啊，伫 YouTube 边啊。好，来。OK， 就是所以就是嘛吼 ，OK， 我著会记咧，印象中就是迄个用来你担水的迄个，就叫做旋桶嘛吼。迄个叶仔就叫做叶仔就对啦吼。好，安尼多谢你，我要转来 Clubhouse 吼。你若按 Clubhouse， 你则不要紧，你则随时你若要甲我讲话，你则做你来袂要紧吼，莫客气。好 ，OK， 多谢咱继续听哈，欢迎啦吼。好，我毋知你有听着，我拄则就是和我朋友对话吼，有听着无？即嘛有吼。有，我嘛有听着，嘿。迄个旋桶啊，我有捌找过资料，就是讲，即个要加入去
去啊，因会传即个计针，就是啥物酸痛，搁一个是啥物痛吼，寒痛，搁一个啥物痛，我就想讲酸痛可能是放尿的，毋过我想讲查甫的哪有可能用酸痛？尾我问人讲是水菜迄种痛叫酸痛。对。嘿，拄则阮朋友，我迄个朋友，我是阮自细汉斗阵大汉伫迄庄较因兜种菜种较济啦吼，所以伊拄则会讲伊捌种个黄萝卜吼，我都袂记甲拄则袂记甲问，袂要紧。有讲着酸痛，伊讲就是鸭菜用的迄个水桶，就叫做酸痛。但是迄个水桶，我讲的，较早吼，阮迄个酸痛吼，伊会伫暗时会搬入去厝内房间咧，徛伫遐当个尿桶就对啦。你第二工就若要担去菜园咧上线，担去做肥就对啦。所以会当酸桶会当做尿桶啊，但是实际上酸桶就是用来你鸭菜用的桶尔。我拄则先煞问伊讲，迄个虾啊，是毋是叫做虾？讲叫做虾，虾就是迄个水勺子啦吼，长长的柄，长长的柄，长长的柄尾留一个壳啊吼，迄个叫做虾。好，感谢3年嘛，感谢我的朋友吼，叫做阿贤吼，我拢叫伊贤啊吼。拄则讲，我应该咱读即个最后一工吼，荷兰人要离开台湾的迄一工，迄个整个迄个描写，迄个情景吼，我邀请伊到顶礼拜看吼。好，来，咱继续讨论吼，讲第一段然后1655年3月11号讲，即种讲法吼，讲国姓爷已经带着一支强大军队要出发去攻打塔坦人。塔坦人伫即只应该是指满洲人，但是拢是鞑靼人吼。迄种讲法就像讲要甲阮催眠烧伤吼，甲阮囥伫咧药篮要催眠。其实国姓爷可能别有用心，当咧孝顺福尔摩沙。因此，今仔日长官阁下根据本国去找落福尔摩沙议会决议动议。长官阁下就是台湾长官吼。派遣一只为即个目的所租用的即个庞船的容客船吼，由水手长叫做 Alk Peters 和士官 Peter Jones 吼，即两个水手长甲士官吼，监督指挥航王偏湖群岛，要去遐吼，斟酌来巡航探听吼。拄则即两个人，迄个 Peter Jones， 伊后壁括号特别描写讲，伊对新仔人的语言有相当的经验吼，可能会晓讲一寡话，不管迄人啥物语啦吼，可能是福建即只的语言嘛吼，有可能是无，我认为啦吼，北面无可能是北边的即个华语啦，应该是南边即只可能是。福建话或者是广东话吼，因为福建话甲广东话是伫海外有出海的语言就对啦吼，所以外国人应该是接触较侪。好，咱转来日志遮讲，要去遐要斟酌巡航探听吼，是毋是有军队或者是庞船伫遐咧集结吼，伫遐咧逐个等咧一窝伫遐啦吼，若是有发现。就要飞速，就要紧转来通报，就啦飞速转来通报。相反吼，即嘛就是即嘛已经毋免派即种船去探听，即嘛是可能是天顶的卫星翕相，就直接看知会着讲你军队你集结嘛吼，你集合嘛吼，就知影这绝对位是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吼。所以你阿强要拍台湾，其实即嘛。相看相像吼，随时拢看会到的啦。所以反应的时间绝对是有啦吼。好，咱继续对日志遮开始讲，若真正有军队咧集结，就爱真紧转来通报，以便阮会当及时武装，用武力来迄个阻断吼，来阻断因。
同时呢，也严令即个城堡以及即个附近迄个碉堡的驻军的首长，一定要督促属下的士兵警戒防卫。若是上述迄只旁船的人伫片湖遐无看到任何危险的异状，就爱对遐载一批大石头，转来台湾遮做航漂之用吼。航漂毋知要创啥，需要石头去做航漂。航行的标志啦，吼，可能是啥物路标之类吼。因为阮伫航道啦，应该是航道的即个标志安尼。因为阮伫咧即个港道里，又搁有即个需要，吼，搁需要，因为咱看进前有时啊无拄好即个航道，伊搁会去坐队去搁浅吼，所以即嘛搁需要去标示出来，讲倒位你才会使行，倒位袂使去。即只旁船呢，除了迄寡新仔人以外，则有8个士兵甲6个炮手，因拢全副武装，以及上述迄个叫做 AUK 含迄个士官吼，因拢全副武装。要暗的时阵去视察北平村社转来迄个地方官 Frederick Skidel 先生含下士商务员 Peter Elsewhere 来转来到遮。因北平村社就是。即嘛台南吼，台湾吼，古早荷兰时代叫台湾。台湾即个所在北平的，咱讲的平埔族的村社吼，就是北平的村社。因转来了后，长官阁较详细来报告讲，因伫咧本国个毋知对一工吼空白，本国个某一工所写的几个要点吼，详细转来详细报告吼，进前应该写批转来。好，咱来看伊详细报告，讲属伫台督Tajara 汉语有写台督，关系到台督社民伫咧 Teriam 即个地名诶野地咧拍拉的纠纷是安尼来发生的，就是因为 Teriam 社民以早因放杀因的村社，搬去和台督的社民带做伙。迄时，因就开始伫咧即个野地共同咧拍拉，但是后来呢，上述即个 Dariam 社民又搁对台督社被排斥出去，排斥出去，就去大武郡社遐大，大武郡是荷兰文是写 Tavogao 大武郡大武郡社民也着伫咧上述迄个野地咧拍拉，因此上述个野地应该就是相反 Dariam 台督大武郡拢伫遐咧拍拉应该是即个毋是台督社民去 Dariam 遐拍拉，结果呢，甲即个被即个甲即个。原在伫即只 Dariam 社民甲因排斥出去所以因就只好刷去，即被排斥出去的，因就刷走去含即个大武郡做伙因此之故，现在上述迄寡台督的社民毋肯互迄寡 Dariam 社民含大武郡的社民共同伫咧迄个 Dariam 迄个所在拍拉，就是。即个呢，去遮官袂有讲去啊，而且呢，因需要退出家己所拥有的即个所在，但是其实因也未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命令因拢来地方会议来理论就是有即个纠纷啊，所以叫因恁大家来阮荷兰的地方会议，大家来参详者来讨论看要来解决即个问题好，这是第一项纠纷第二个纠纷，阿宿社的人申诉讲大都社大都社迄个少年的卡马甲毋知啥物件少年的卡马甲因来催缴即个税金啦讲爱像以早因老爸迄当阵安尼来纳即个税金这写法应该是讲迄个大都社少年可能是
即个社诶酋长啦吼，但是少年酋长吼，要像以早因老爸安尼跳色金相款，要甲即个大都社诶人要甲因扣死。对此，因已经完全无想要去插伊吼，无要甲休伊吼，因为因现在已经是公司诶属民吼，所以因无爱互即个大都社即个酋长去扣死吼。无要搁再承认伊做因的主人吼，因为因和其他的人相像是被武力制服才承认的，就是讲，即个大都社，即个卡马加吼，应该是较早甲阿索社吼，因为无共社嘛吼，甲阿索社甲因拍败，因武力甲因制服嘛，所以就阿索社乖乖只好落做，但是因即嘛无瘾落啊，因为即嘛荷兰人嘛吼，因归顺荷兰人。但是三队呢，上水迄个少年的卡马加，伊是啥继父吼，就是后爸啊，提起讲，当该少年的老爸和公司缔结合约的时阵呢，伫迄寡条件当中，特别有得到保留要继续拥有对该社甲其他村社的权利，就是迄个少年卡马加阿索社少年卡马加，伊老爸伊后爸啊啦讲。那阮迄当阵和荷兰人签契约，都已经有讲，阮要继续甲阮扣的时候，安怎是会当扣啊吼？结果即嘛出问题啊吼！即项纠纷上述的即个史道先生荷兰人吼，即个商务员嘛留台地方会议来解决，就是甲即项代志要摕转来伫地方会议要来解决吼，因为伊对。迄当阵缔结合约的情形并无清楚吼。好，来继续看，伫咧北区的迄寡村社中，看到真侪狗。来哦，咱第一道看到啥狗来安尼看吼，看到真侪大土狗吼，大部分是长耳仔的，和其他无适合用来拍拉的狗。即寡狗会吞食，互迄寡好狗掠到的鹿仔，迄寡好狗就是拍拉的狗啦吼。但是即寡长耳仔，即寡狗吼，大部分是长耳仔，即寡狗因无适合来拍拉，但是会去吞食，去用掠到的鹿仔。因此，李林的政务员兼李林就是应该是即卖李林吼，20吼。我敢若从来毋捌去查过李林是伫倒位，咱来看一下吼。我copy一下，看一下地图。李林。我印象中是伫咧彰化啦吼，今仔日咱咧读即个出西线的时阵，有一位新朋友吼，红线，伊彰化人嘛。我咧伊当阵一直想要问一项彰化古早名到底是叫啥？我袂记，想袂起来吼。后来李林即嘛彰化有一个李林镇啦吼，应该是即个所在啦吼。即个地名吼嘛，袂记咧趁机会问一下红线是毋是因是读李林啊李啦，应该是李林啦吼。有机会咱再问一下红线。好，咱转来日志遮吼。等下我地图还要看，李林是啥物所在呢？海边啊，叫做丰原，丰原佮黄东就是李林吼。伊嘛是长高型，较丰原就是长高型，南北长高型的吼。李林嘛小可长高型啦，嘛小差不多和丰原差不多是迄个边界拢差不多吼，所以嘛是长长。所以李林啊，佮黄东就是都真侪。乡镇啦吼，对北甲南，我小读一下，埔盐、溪湖、鼻头，即个竹塘，然后竹塘还是竹塘啦吼，就是即寡。所以咱知你大家知吼，包伫咧即中央的，即就是李林吼，算起来真大镇啦吼。好，这是彰化。好。彰化
直接查者啦，我真正袂记得江华古早名个。江华当然是大清的时阵为什么江什么江记什么开化什么化文明就对啦。意思讲啊，恁即嘛文明人啊，大清皇帝赐恁新名吼，江华。古早名是叫啥？我等下我切换一下输入法的。一般人伊佫会写地名会写白话字的发音，结果江华无写，因为我有捌听人，当然是捌听过人讲江华，捌所以听过人讲江华吼。好来，错掉，来我看嘛，台语白话字江华吼，两个音都有飘啦吼。啊，古早名呢？古早名才有写无？好是。彰化县上早成立伫1723年吼，咱即摆1655嘛吼，搁是70年后，由即个雍正皇帝赐即个建学历史以江雅化吼，江姓天子披枪海，即个是啥物？计划海务计划啦吼，应该是海务计划，赐名彰化县吼。意思讲，恁较早野蛮人啦，我今仔日皇帝，今仔日甲恁赐名，恁开化哈，讲话哈。所以其实这名是足歹啊，我甲你讲实在吼，听也是人心内起码是诚歹吼。人口123，歹势，我无要讲这吼，我只有去讲即个彰化伫咧因赐名，讲恁即嘛文明人进前即寡野蛮人较早地名叫啥呢？无牛码头。五妈，可能是五妈。我记得咱伫荷兰读荷兰时代时阵读着五妈即个地名啦吼，所以应该较自荷兰时代叫做五妈。伫遮诶即个台湾原住民族就是比无族是巴布萨吼。好，知一下有一下印象者吼。五妈巴布萨吼，咱3月12转来第2只3月11号讲，因此。莅临的政务员建议讲，莅临应该就是迄个拄则迄个莅临吼。政务员建议讲，互每一户邻家吼，所以伫咧你当然你会当讲荷兰时代即只嘛叫做莅临，可能叫做莅临，叫做五妈吼。讲到五妈，即嘛是啥物所在？清水啦吼，清水。海边啊叫清水啦吼，清水即嘛是应该是算台中啊是彰化。清水是我记得伫灵芝搁较起哩，歹势，差足远吼。应该是五妈是清水，就是台中县海边啊遐，你若要对即个大肚溪算起吼，北算起着灵芝。五车，过来才是清水啦吼，五妈啦吼。所以彰化这古早时代应该是就是莅临啦吼。我是讲荷兰时代啦吼，应该是莅临吼。莅临的政务员建议讲，建议啥？就是拄则讲迄台湾土狗吼，一种会拍蜡，一种袂拍蜡吼。袂拍啦，搁爱搁要食好最轻巧啦，无要拍啦，但是要食好吼，掠着落啊，伊要去吞食。所以迄个莅临的政务员建议讲，互每一户的邻家饲一只好的腊狗，甲无适合的狗全部抬掉。好，所以即马台湾土狗拢是好的腊狗啦吼，后代好种啦吼。即个办法也将会伫咧服务人来实施。但是猪肉山呢，四季拢充满无适应的狗，充满迄寡无路用的狗。迄遐伫咧猪肉山吼，就是即马家己吼。
迄个四季充满无适应的狗，所以迄遐人特别反对上述的办法吼。意思是讲，遮侪狗要刣，你是要叫我刣啊当时吼。即个办法所以因反对即个办法，因此伫接到处地进一步的命令以前，将会依持现状，袂加以改变吼，袂真正实施即个政令，即个命令啦吼。我今仔日吼，因为我有需要我拍开公司的即个 email， 结果呢，我袂记是昨啊今仔日 weekend 吼，人事部门发一张 email 出来讲。川普的新命令吼 ，H1B 摕工作签证的人，伫个敢若是9月21号以后，你若要搁入来，公司爱纳10万块美金，若无你袂当入来，就是摕即个阮一般是讲叫做 H1B 工作签证是H1B 啦吼，就是较早你。譬如讲，我伫台湾，以我家己做的，我嘛是伫台湾，即边的公司要用我，所以就帮我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叫做 H1B。我摕了签证了后，机票我就会当直接去美国，就再入美国啊吼。当然，台湾护照爱载去吼，也袂甲你加问啦吼。我若休假想要转台湾，我就转台湾。要搁转来美国食头路，最是我着随搁会当搁转来安尼。所以，我袂记第一道 H1B 会当摕几年，2年啊3年，我袂记啊吼。刷来着爱一年签吼，足费气的嘛。所以一般，而且你要办着爱搁想讲来纳一寡钱吼，袂记偌济钱。所以一般频段吼，一年签费气，所以就直接去办绿卡。Green 卡就是我办绿卡了，我就免用 H1B 啊，我就用绿卡办一道10年，就出入你随在你。但是比如讲 H1B， 你其实嘛袂当离开伤久啦，你袂当讲我摕遮 H1B 3年后再转来美国，爱入来就入来吼。毋是，迄是就是要你伫美国做工用的吼。像 Green 卡嘛是，就是相关意思嘛，迄是要互你方便伫美国住用的，毋是讲你 Green 卡摕就等于台湾住吼。一住3冬，你要搁入来，伊都袂爽啊，就甲你 Green 卡就甲你收起来，讲你根本就无住伫美国，你甲我摕这吼。所以不管是 H1B 还是 Green 卡，其实就是方便，你伫遮食头路做工的时阵方便吼。Trump 我嘛毋知伊伫想着啥物代志，就认为讲恁即寡人吼，摕我 H1B， 毋肯互我踮遮食头路，踮遮消费吼，爱转就转吼。所以呢。我随下令9月21号，你若离开，摕到 H1B 离开，要搁入来，爱公司爱60万块一个，要入来一遍，可能爱60万块。所以公司发出即个 email 互所有人。当然，我公司可能摕 H1B 较少啦吼。我较早咧做迄个头路的性质吼，伊就较国际化，所以全世界的工程师，伊拢去全世界去招工程师。靠迄个拍人头的、拉人头的人公司去找所以来遮食头路，大家拢是摕 H1B 嘛吼。即嘛就创即个命运一落吼。我今日看新闻讲，有人都已经伫咧飞机顶，已经要离开美国要转去休假啥有诶无？讲差有2/3的人随3/2啊2/3袂记啊，随迄当阵决定。收诶，就对飞轮机顶接到电话尔，公司甲讲尔，随对飞轮机顶就落来啊，包我款款就走吼。当然迄惊，然后迄行李若惊，毋知安怎处理，我毋知啦。就是讲，因为安尼班机嘛大乱吼，这就是这两天发生诶代志吼。我为什么讲对遮来？就是讲迄个命令，好，相款吼，迄个叫人拍狗诶，即个命令吼。叫人歹势，3年你的声，3年是你吼，因为你声足细声，你拄则讲啥？我有听川普伊讲，伊为着讲大家拢请在地美国人，这高科技的公司，因为请一个外国的，来美国可能爱300班台票。
啊，伊即马就会考虑讲啊，无我找在地美国人，安尼美国人就有头路通做，可能是安尼。哦，了解了解，我安尼。会使趁一寡钱，趁一寡所费啊，因伊迄签证的钱嘛，啊，真侪人伊嘛会使国库嘛会使有一寡一寡钱伫内安尼。我了解了解，我知影你意思，就是伊要甲即个工作机会要留互在地人啦，留互美国人做啦，莫讲请一堆外国人来你做。当然有好有歹，我意思是讲，像有一寡工去吼，真正你无请国外，你根本美国就找无人嘛吼。像我较早做迄种，譬如讲电信吼，或者是电脑的写考定的吼，你美国本在地迄个人可能无遮多啦。啊，所以印度人特别多。我拄则讲迄条新闻是印度什物航空的吼，飞轮机顶吼，随毋知偌侪人啊1/3到2/3，我煞袂记吼，随包括我体就落来吼，只要乖乖啊转来，乖乖转来，留到美国毋敢走吼。我想要补充，像美国厂伊就调工家己请生伫美国，啊，就是为着安尼啊。若有一日啊，伊有美国的国籍，啊，伊就会使讲。人就会去找伊啊，找伊来美国食头路啊，因为伊有足侪本的国籍啊，嘿。哦，好。就毋免讲啥物签，啊，伊就加一个优势。OK。走去美国调工的遐大巴肚。好。拄则你讲毋爱阁抢啦，我就无爱阁讲啊吼。无我诶代志吼。好来。拄则讲，歹势，台教诶命令吼，到尾遗弃现状啦吼，无真正台吼，所以各位即马咧台湾土教可能原来有一寡模式啊拍来吼。今仔日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福罗摩沙南方，坐38大波，载有38德米加70担盐，时间10点17分。我今仔日严重读了伤慢，3月11号。咱继续看3月12拜五，透北风好天，要暗暝呢，伫厝地含 provincia 吼 ，provincia 就赤坎楼遐吼，用伫遮伫台湾遮，就是伫越南遮城即边叫台湾嘛吼，伫台湾甲 provincia 遐用中文甲荷兰文同时发布公告，因为以前宣布的有关的命令无互重视，所以佫重新佫发布公告，公告啥呢？讲以后凡若有人被发现讲再运走再走一寡喙石啊，吼，后壁括号写讲即喙石是要创啥？讲即寡喙石是为着要修复即个越南野城堡甲市镇沿岸的报花甲码头，所以徛伫遐囤伫遐吼。即寡喙石蹲伫遐是为着要修理报花码头的啦吼，报花是指越南野城堡，应该是越南野城堡的护花的报花吼，含市镇。咱伫咧读历史的时阵，读到市镇就是啥？就是越南野城的即个堡内底有一个市镇哦吼，有即个堡内底有一个空地啊，迄遐是市镇。市镇迄遐大是拢西南人较侪吼。应该是安尼讲，遐拢西南人吼，遐是不允准荷兰人因的士兵去。较早咱捌读过吼，袂使去入去内底吼。好，所以囤伫遐迄寡喙石啊吼，讲若凡有人被发现去载甲即寡喙石搬走吼，第一遍吼要罚款100里尔。第二摆除了罚款100里尔了以外，还阁要没收迄只船吼，用船来载走，那个没收你的船。若是被发现讲装在石头的迄只船吼，就是迄没收的迄只，你来载石头迄只船要甲你没收啦吼。第3摆被发现，就第2摆就船就没收啊，第3摆阁干。第3摆被发现，就除了上述第2摆处罚以外，就是你若佫第3摆佫甲船来照佫甲你
没收，要搁提发提发咯，伊是遐提发啦吼，毋知要安怎提发吼，你无写啦吼，讲尻川，毋知啦吼。又搁因为即个南平，搁来第二段，因为即个南平港湾的无柳遐有2个码头，愈来愈脱落损害去吼，放去啊啦吼，脱落我是讲意思放去吼。迄个码头有小可有放弃有损害去，因此呢，也互即个港湾吼，愈来愈浅吼，泽对啦吼。即只泽对是讲迄个淤浅吼。咱来看一下泽对，泽对是济啦吼，将泉州腔可能是伤济啦吼，济对 TOE 第2声，济是第7声。好，确实吼，我摇着吼，泉州腔收济对吼，济对，漳州腔是济底，啊，阮老泉腔是读做泽对吼，泽对汉语就是泽迄个。做的 sit 哈，对就是 button，button button，button 哈，就是对哈。做对规则2个哈，第一是沉淀哈，土媒做对哈，就是沉淀嘛哈，我拄则讲沉淀。第二是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处理后的结果哈。你真无良心，敢叫我做对，我毋捌听过人安尼讲吼。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处理后的负责。处理效果，你真无良，例句是你真无良心，敢叫我做对。咱来看下日本版吼，因为我呢无解理解这什么意思。做对，毋是这个第二个 link， 做对。做对，伫倒位啊？哦，我若特别现这日文版，我就读甲足疼，我定拢无法度一个就找出来，讲伫倒位？做对，为什么无？我乖乖啊，一个数看，做清做天做山做，做对，哪会拢无规则啊？敢若写做对，音敢若有音尔，这只嘛无啊。做对，加，好，做掉，做对哈。第一个就是沉淀嘛哈，沉淀する。第二个是人の責任を引き受ける。他人的行为，他人の行為の後始末をする。你真無良心，敢叫我做對。あなたは良心のない人である。僕までに尻拭いをさせる。本来是要用日本书店去查者，因为看无介有吼。你真无良心，敢叫我做对，规则是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处理效果，就是甲人切尻川啦吼。我讲较白点，较歹听就个甲人切尻川叫做做对啦吼。你真无良心，敢叫我做对吼。OK， 看日本版的意思嘛，差不多是安尼吼。好，但是咱之前定。我讲做对，有时讲船啊做对是讲搁浅的吼，
我嘛袂记得咱伫倒早倒的时阵看到即种书啊，后来就冠系安尼讲吼，就讲船啊坐底吼。我袂记伫倒看到吼。后来为什么咱读对遮坐对遮吼？哦，等我看一下时间10:25。哦，讲因为即个南平港湾的无柳遐有两个码头愈来愈放海去吼，所以啊，互即个港湾吼，淤浅吼，我对遮读就翻做坐底啦吼，危险起来吼。港湾坐底吼，就是土个土沙坐底嘛吼，危险起来。啊，我感觉这坐底可能无介精准的翻译吼。坐底伫台语内底就是拄则讲沉淀吼，啊，即个淤浅可能较无介适合。港湾的变浅啦吼，意思就是安尼啦吼。我即嘛是写想无较好的即个词吼，我看淤浅，做台语敢有对应的？台华算命一个叫做口搭淤浅，口搭吼，口搭有譬如讲伊譬如讲你摕一桶水，摕一个面桶啊，倒一滴仔水吼，会倒大煲啊一桶水啊，你客久会搭去吼，即个口搭。所以我感觉含淤浅嘛无介绍精准啦吼。好，咱继续来日读啦吼，讲因为迄遐南边迄两个码头已经放海去，所以即个港湾嘛，因为安尼来淤浅吼，来小可变浅，危险起来，所以危险嘛，船仔会去坐底去靠着沙嘛吼。因此也伫上述迄个个性也公告讲，命令所有的舢板对今仔日开始14天内，每一只舢板拢必须爱在规每一只舢板拢必须爱在规只舢板的树基，就是讲你每只舢板拢爱载到满甜的树基啦吼，来即个码头遮吼，以便要用来修复即寡码头，并且互即个港湾搁较深起来吼。违反者将伊的舢板将会甲没收。如告示所在所记载安尼吼，所以即大家毋敢毋知嘛吼，你乖乖你只好一人每只船拢要载一寡来吼来，所以就是算就是调用即个民间的舢板吼，叫因载树基来吼，要来做材料，要来施工，要来修理即个码头。今仔日上午，中国国下去 provincia 视察，随即转来处地吼。今仔日阁有。转来台湾遮吼，今仔日阁有4只航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平，坐55个人，载有25袋米、20担盐、20袋大马。好，10:28，剩2分钟，我看我着今仔日读到遮吼，3月13，明仔载再来读啊吼。我看遮有笔记无？无。珊妮讲有举手，歹势我敢若无注意着，拄则应该有讲啦吼。珊妮你有讲诶，拢讲着啦吼。好 ，OK， 好，安尼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希望今仔日恁有学着有所得着吼。好，安尼感谢各位，我来准备要关房。我朋友敢若离开啊吼，我等下敲电话喊伊开讲者。像我遮就晚，无法度通开讲。好，安尼我来关房，感谢各位，咱明仔载继续来读。然后我再敲来互你哈，我即下就关起来吼。